你手怎么样了？我看看。疼吗？怕是有点严重。疼。这里离医院那么近，要不要再去看看？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？你动一动，我看看。这么久了还在流血啊！回家吧。来，哇，把内伤清理一下，不然家里人看到该担心了。哎呦呦，轻点，轻点。给我一个棉签呗。啊。给我一个。谢谢丛律师，刚刚那医生老帅了，他一个人在前面扛着，1E-D3，身高2.8米，帅呆了，真的。我医生平时斯斯文文的，还真看不出来他还有腹肌呢。真的？打架的时候你还看这个呢？就是。不是，他平时不是一向求稳吗？怎么到今天就忍不住了？其实老大也很头疼的。你别看他平时温和儒雅的，他内心也有烦躁的时候，只是不表现出来罢了。是因为每天都要面对生死吗？何止啊！像临床要搞学术，顾患者，又要顾论文，累死累活的，还要跟患者解释病情。我们这做医生的真的是太难了。这样就难了。当医生难，当患者也难，做患者家属更难。我倒是情愿永远只是医生这一个角色。来，快来吃饭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哇塞，太多吃了吧？哎，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你的压力啊？有你在，我就已经很解压了。书生来做饭，没碰到谁吧？别担心，先吃饭吧。来，多吃点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做吧。还有一道菜啊，我去拿。哎，老大，我去吧。太丰盛了吧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厉害的样子哦！你真做李鸿章会啦？早就想做给你尝尝了，一直没机会。今天终于能手一把，看看我的手艺比起你和你妈妈怎么样？动筷子吧，一会儿被这帮饿狼扫光光了。阿姐，我老大手都受伤了，还给你做这个，你看他对你多好。要你多嘴。